嘛是跟赛车安全有关系，来关心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。看到苗栗县头屋乡第13线边啊，外国道1号交流道有一个加油站，因为这个出入口画双线，无多细翻头，所以常常有人赛车变做违规，加油加几落百块，也毋过罚单一张都要罚1,800块。最近一冬以来，引起到6件车祸事故，其中2件有人无命，也有人专门伫咧遮翕相检举。地方乡亲听到到地真无欢喜，经过会勘了后，苗栗公务单决定要开一个路车，要互大家方便。白色轿车为着要加油，伫第13线违规倒弯，骑车的人看到挡袂落来，为边仔甲弄落，送去病院急救，也是救袂倒来。附近的民众讲，民国103年头屋交流道开通了后，同款的车祸就常在发生。最近1年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啊，阁有专门甲人检举的人秘伫咧遮检举驾驶违规倒弯。借厕所的，然后来加油的，然后经过这个双黄线的回转的时候，就被检举达人而检举。麻烦啊，因为这边其实离交流道比较近啊，但很多人都会下来这边加油再过去。因为附近无互大型车驶翻头的路口，专门甲人检举的人伫这个路段，毋免3秒就会当一解检举3台车违规，民众拢算讲加几百块的油，却收到1,800块的罚单，这油实在真贵。若驾驶倒单，在地民众嘛真不满，所以公路总局苗栗公路单决定要甲加油站出口的分享线划掉6公尺，解决问题。跨越双黄线的一个情形。那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，来处罚600到1,800的一个罚款。警方讲，这个路段为头屋交流道落来了后，上北路南拢是路架，驾驶定定拢会驶甲较紧。未来毋若有6公尺的空间，互人驶翻头，嘛会采警告标示，按测速相机，希望毋会当互车祸变少，民众加油嘛会当更加方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